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前到1公，再公，3公，坤到1公，再公，3公，开班。新义义德114年爱祥单位起会，11月起会班，班开始，前到1公，再公，3公，坤到1公，再公，3公，恭请父前人慈悲。恭请父前人慈悲，前到1公，坤到1公，父前人好。父前人好。请坐下。各位，张觉生，黄觉生，这是咱国民的人，咱各位所长，咱同修代表，大家早安。父前人早安。希望上天慈悲，咱做事丰富。当然，让这里我来提醒，上面咱二手大先咱这里代表，咱出现于这个来面的，咱各位这本书，咱观众照顾，咱各位做任欢处，语言，今日咱成立这个班，会当有这个因缘，这个机会。咱互相大家参访胜利，互相来研究这个圣道。那当然，咱知影，今日就是咱所谓的口语班。口语班，咱嘛知影讲，什么叫做口语班？因为口语班从过去，应该是几十年前来。